你好，歡迎嚟到21日自我關懷療癒之旅。我叫連姑娘，係一位20年嘅社工。過去咁多年，我陪過好多個靈魂行過困難嘅路。我好開心今日可以陪你一齊開始呢段旅程。或者你已經習慣咗對自己苛刻好多年，或者你成日對朋友好溫柔，對自己就好嚴格。呢21日，我哋一齊練習由習慣對自己苛刻，練習到習慣做自己最好嘅朋友。自我關懷就係咁樣一步一步練習返嚟㗎喇，就好似學踩單車，每一次練習都會令你更加平衡，更加穩陣。過去幾日，我哋練習咗翻身體，唔敢品嘗，照鏡欣賞自己，同石頭靜靜相處。你已經一步一步建立緊一個新嘅習慣。今日係第5日啦，我想同你講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關於你嘅身體同大腦嘅。你有冇發現，當你覺得自己唔夠好嘅時候，你第一個反應係咩呢？會唔會係鬧自己，匿埋一角，定係成個人僵硬咗，唔知點算好呢？呢啲反應其實唔係你嘅錯，佢哋係嚟自我哋大腦最古老嘅一部分——威脅防禦系統。美國心理學家保羅·吉爾伯特指出，當我哋嘅自我形象受到威脅，覺得自己失敗、唔夠好、被拒絕嘅時候，大腦入邊有個叫做杏仁核嘅部位會即時啟動，分泌皮質醇同腎上腺素，令我哋進入打、跑、凍結嘅求生模式。問題係呢個威脅唔係外面嘅老虎啊，而係我哋心裏面自己對自己嘅批判。喺自我批判裏面，我哋同時係攻擊者，亦都係被攻擊者。長期咁樣會令到我哋筋疲力盡，甚至導致有焦慮同抑鬱嘅情緒啊。不過好消息係，我哋唔係爬蟲類，我哋係哺乳類動物啊。哺乳類動物有一個好特別嘅能力，舒緩觸摸啟動安全感嘅能力。當一個嬰兒被媽媽溫柔咁抱住，聽到溫暖嘅聲音，佢嘅大腦會釋放催產素，即係愛嘅荷爾蒙，壓力會下降，安全感會上升㗎。研究顯示，當人練習自我關懷嘅時候，皮質醇水平會下降，心率變異性會增加，心原來真係會打開，變得冇咁防備㗎。今日我哋就要練習啟動你呢個安全感嘅系統，用最原始、最直接嘅方法，就係溫暖咁樣去觸摸、攬住你嘅身體。請你記住，如果練習嘅時候覺得唔舒服，你可以隨時停低，照顧自己，永遠比完成練習更加重要㗎。今日嘅金句係嚟自馬太福音：溫柔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。溫柔唔係軟弱，溫柔係一種可以啟動你身體安全感嘅力量。而家練習正式開始，請你揾一個舒服嘅位置，最好係一個你唔使擔心俾人望到嘅地方。如果你願意嘅話，可以輕輕眯埋雙眼。首先，請你將注意力放喺你成個身體，由你對腳開始，你感覺到腳板底同地板嘅接觸，跟住慢慢上去小腿、膝頭哥、大腿、臀部、背脊、腹部、心口、手臂、膊頭、頸部、下巴、眉心、
額頭。當你頭先身體掃描嘅時候，有冇邊個部位你感覺到繃緊或者唔舒服呢？可能係膊頭、頸部、心口、腳，定係胃呢？你可以揀一個最明顯你感覺到繃緊嘅位置。而家我哋要思考唔同嘅舒緩觸摸方式，揾一個最能夠令到你感覺到安全同舒服嘅姿勢。你可以跟住我嘅引導逐一去試。首先，請你將一隻手輕輕放喺心口上面，你感覺到手心嘅溫暖。跟住，我想邀請你將雙手都搭放喺個心口上面，你感覺到雙手同心口嘅接觸，嗰份重量同溫暖。而家我邀請你將其中一隻手保留掂住心口，而另一隻手就放喺你個肚上面。而家我邀請你將其中一隻手輕輕咁摸住你嘅面，就好似你對待一個需要安慰嘅小朋友咁樣。而家你可以用雙手捧住你塊面，跟住我邀請你用雙手交叉雙臂，咁樣擺喺你雙膊頭嗰度，俾自己一個最溫柔嘅擁抱。而家我邀請你揀一個頭先咁多個動作裏面，讓你覺得最舒服、最感到被支持嘅姿勢，嗰個就係你嘅舒緩觸摸啦。記住佢，以後當你感到壓力、焦慮或者又想鬧自己嘅時候，你就可以用呢個姿勢啟動你嘅安全感嘅系統。而家你可以保持呢個感到最安全嘅姿勢，同時我邀請你將注意力翻返去頭先你發現嗰個繃緊嘅位置，吸一口氣。當你呼氣嘅時候，想象嗰個部位喺你手心嘅溫暖之下，慢慢軟化落嚟，唔係用力去放鬆，而係好似一塊冰放喺溫暖嘅水入面，好自然慢慢咁樣融化、軟化你繃緊嘅位置，慢慢咁樣軟化落嚟。而家請你保持俾你最安全嘅嗰個姿勢。你知唔知道溫柔嘅聲音就好似呢個姿勢咁，都係啟動呢個安全感系統嘅最可靠方法呢？就好似媽媽輕聲呼喚同安撫佢嘅嬰兒一樣。而家我邀請你用最溫柔嘅語氣喺心入面同自己講嘢。你可以講：我知道你喺度，我知道你一直撐住。而家你可以放鬆少少啦，我會陪住你。最後，我邀請你允許呢一個繃緊、呢個唔舒服嘅存在，唔使推開佢，唔使改變佢，唔使批判佢，只係俾佢一個空間。你可以同佢講：你可以喺度，我陪你啊。請你感受一下，當你唔再對抗佢嘅時候，嗰個部位有冇咩變化？
當你嘅安全感系統啟動咗之後，你嘅身體係咪多咗一份自在、舒服嘅感覺呢？我邀請你之後可以重複呢一個循環，由舒緩觸摸、軟化繃緊位置，用溫柔語句陪伴繃緊位置，幾多次都得。每一次呼氣都俾自己釋放一啲，每一次嘅舒緩觸摸都提醒你嘅身體，你係安全㗎，你係被愛㗎。呢個練習就嚟完結啦，輕輕提醒自己，你嘅呼吸無時無刻都喺度，你嘅身體有一個啟動安全感嘅系統等緊你，只需要一個溫柔嘅舒緩觸摸，一句溫暖嘅說話，你就可以重新俾到自己安全感啦。今日嘅練習就到呢度啦。你啱啱學習咗一個好重要、好科學嘅技巧，自我批判係威脅防禦系統嘅反應，而自我關懷呢，就係啟動安全感系統嘅回應。你可以每日去練習，由前者轉去後者。今日嘅金句係：溫柔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。你今日溫柔咁對待咗自己身體嘅一個繃緊嘅部位，呢個就係溫柔嘅力量啦。如果你今日嘅練習覺得唔舒服，或者勾起咗一啲情緒，請記住，你可以容許自己有抗拒，係完全正常㗎。照顧自己比完成練習更加重要。你可以隨時停低，感受雙腳踏實地面，同自己講：我喺度，我安全。聽日係我哋第一周嘅明震日，我哋會用一個工具叫做明震。我哋可以透過熒光幕，用手指或者眼睛去行明震。如果你屋企附近或者你方便，都可以用步行嘅方式去行明震，同情緒一齊同行，唔使抗拒情緒，只係觀察，只係陪伴。如果你發現自己分心，思緒飄走咗，呢個係完全正常嘅。好好保重，我哋聽日再見啦。